请问台湾头一个摕到诺贝尔奖的人是李婉婷，你感觉伊摕的是物理奖还是化学奖呢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物理还是化学？物理，物理。确定就要试落去。我看一下，来，要发救人买来，试过。你的答案是啊，用的好啊，这多钱。救人哦！哦，来有救人哦。化学，化学，确定化学，哦，看也化今年学，看外面的哦来哦，我来看李远哲。你的答案是哎呀，化学外面。的是化学。对啊，快眼睛就是化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化学对唔对？吹了，来，奖金。有一滴就万五咯！好来，这诺贝尔奖是世界最有名的奖啦，吼，是咧奖励伫啥？物理、化学、医学、文学、和平、经济这个领域真出色，就是迄个很杰出啦，吼，佮真有贡献的人。咱台湾头一个摕到诺贝尔奖的人是李婉婷，吼，伊是伫1986年摕到咱这诺贝尔的啥物化学奖的。